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靠近机场这座食品观光工厂，设立以来就受市民甲外地观光客喜意。商务市长嘛亲身来到现场，除了体验以包仔为主题互动装置甲温馨的布置造景以外，主要嘛是要见证优质的食品购物环境，特别是过年期间的人潮如何做好防疫管理。强调绝对袂当因为桃园的危机已经暂时解除，煞来放松。我们希望说，将来一些吃东西的地方，都希望说能够做好这个食品的安全卫生管理，最重要是防疫管理。所以平常食安问题我们已经很重视了，现在加上一个防疫问题，更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过年的期间，台南市本来就会有蛮多的外地的观光客跟本地的市民朋友们的亲友。那但是如果不能做好食安的话，您可以像这个我们几家名店春节不做生意。当年来到食品观光工厂体验是一种享受，不过受疫情影响，业者除了促销试食、促销实地做包仔等相关课程，嘛推出料理包等产品，让民众免到现场零栽培，赶快当享受。我们的部分的话，在入口的部分会建置我们的那个实名制，那消毒跟我们的量体温。那入口的再而来的部分，我们每一个小时的部分会做消毒。那我们也宣导的同仁说，当客人的部分如果说玩得开心的时候，或是拍照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随时的提醒客人说，麻烦请戴上口罩。那我们也会有温馨的小停语在每个地方。那用餐区的部分的话，我们有设立的梅花座，让客人部分用餐的时候用梅花座的形式，那减少去互相的接触这样子。迎接过年这波人潮，不管食品安全甲防疫卫生管理，拢是一大挑战。毛市长希望医者作为各大观光工厂的模范。台南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来到爱国护林馆，特别小猫巴克利造型的扛棒甲大型气球所吸引，这出以台南特色甲街头景色为主的动画电影，自推出以后，就得到济济国内外大众的肯定。市区文化局为了小听在地动画产业，特别将电影当中的人物、场景甲故事拢搬到这，参像趣味的猫咪乐园同款。第一天开播就吸引济济游客来打卡翕相。我们就被那只猫吸引过来的啊，我觉得整个很可爱啊，对啊，然后他也喜欢猫啊，所以就一起来看这样。你喜欢猫吗？很喜欢，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可爱。小猫巴克利是国内的电影动画，那获得非常多的国内大奖，可以说是台湾这几年当中最受到欢迎的一部动画电影。那它的场景的原型就是以台南为主。那因为邱导演也是台南人，公司也是在台南，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把小猫巴克利的场景搬进了我们爱国妇人馆，那将里里外外打造成小猫巴克利动画里面的这些场景，所以会让民众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找小猫巴克利里面的动画里面的一些场景。为了支持台南，加上电影故事中的主角嘛出现伫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店，所以该饭店除了独家赞助展览，卖伫因的大厅推出躲猫猫游戏等一系列的体验甲好康。让我们的大小朋友们只要在饭店的大厅找到10只可爱的小猫巴克利，就是我后面的这10只，就可以到我们的远东咖啡享有1到4个人以内的一个用餐75折。那现在也正要迎接我们的农历新年的到来，许多旅客会到台南游玩。那房客的部分的话，他只要找到8只我们就会送他小猫巴克利在电影里面他最喜欢吃的叉烧菠萝包来到展览就参照今年电影故事，欢迎市民或是外地游客，把对2月9号一直到4月5号这段期间来行一转。
特别到2礼拜进前，坐指定的客运车来参观，也有机会得到小猫限定的小礼物。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春节期间，伫台南又加了一个行春看花灯的好所在。府城马公庙有感近来世界受到疫情的扰乱，为了抚慰民众的心灵，特别邀请台湾灯会竞赛组第1名光华高中的师生，为吉光福顺平安节灯会设计出在个花灯。大年初一暗时，将点亮整个府城马公庙的庙埕。疫情造成大家的心灵上空虚，那借由宗教神明的加持，来抚慰大家的心灵，让一年的运势能过得更平安。总共有准备11盏的花灯。那我们的团队是光华高中的老师，他是台湾灯会竞赛组，每年都是得到冠军。所以等于说来这边看就可以看到冠军的灯会。对，不用到新竹也取消了，要看冠军的那个花灯要来台南府城马公庙。除了有花灯、吉光福顺平安节系列活动，伫初1到初3以及正月16，嘛有真侪精彩的表演通好看。初1的时候，在下午2点半会举行战鼓还有平安起舞的舞蹈，来祈求牛年的平安顺遂。那晚上也有音乐会。那初2也是有街头表演跟音乐会。初3当然重点就是情人之夜，有萨克斯风的音乐，也有嘉义乐团老师的表演。那最主要，我们在16的时候会结合台南大学举行光雕秀。光雕秀一般目前是比较夯的活动。那我们由老庙来用新的科技，有另一方风味的那个表现。另外，府城马公庙伫平安节期间，嘛请出庙来主神府顺将军的神轿，提供予信众软轿卡，保庇规年健康好运势。庙方欢迎四方的信众，拢来府城马公庙感受神威。吉光福顺平安祭，马公庙欢迎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好，台南市议员蔡小薇因为看到未少的弱势学童无食早顿，就去学校来读册，因此结合康芳珍慈善爱心协会，共同领捐30万，赞助中学国小，对后学期农历年过后，每天36份的营养早餐，予弱势学童唔免惊无早顿通食。小薇也有跟崇学国小来接洽过，知道说学校里面还是有一些蛮辛苦的家庭的小朋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抛砖引玉的开始，未来呢在募集或者是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我们共同再来投入在需要帮忙的教育的环境里面比较弱势的家庭。那所以呢，今天特别召开这个记者会，也是呼吁大家在这个过年之际也先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也希望从之后的每一天寒假过后，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校园里面学习无烦恼。上午的观众仪式包括教育局专门委员林古达、中学国小校长洪龙进、龙校长肯定协会加议员的用心，让弱势学童感受到社会温暖，并颁发感谢章。我代表我们那个崇学国小的师生特别感谢我们那个爱心协会这边给我们弱势的小朋友虽然这份早餐可能平常人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对一个他没有办法去负担这样的这一份早餐的家庭这是一股暖流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也会把这一份心意带回去，然后跟小朋友将来他们在长大之后，如果有能力回馈社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他们当时候怎么接受别人的帮助。康芳珍慈善爱心协会伫个理事长孔志成的带领，将属教育慈善的活动超过10档，其中包括关注物资、领用爱心午餐、加夜光天使的课后辅导等。伫个能力的范围内，尽量帮助弱势学童的困难，希望会用个借此抛砖引玉，
市民各界善心人士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几年前，奋益金属公司伫小桥门口所举办的年菜观景已经连续7档。虽然是同一个场景的感觉，不过迄款对经济销伫过年期间特别辛苦，徛伫维护治安、台面救灾甲为民服务的感动却是无变，所以持续观景年菜表达因的感恩回馈。因为那个警消啊、警察大家都很辛苦啊，有什么事情的话都是。人家电话一来，他就很辛苦的，就赶快一直为我们老百姓啊，是我们的保姆啊，他真的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就来发挥这个有一点点的爱心，就送给他们一个温暖。当初该爱心回馈嘛，因为是议员林美燕牵线出行，嘛，互台南市妇联会理事长代表议员致意。同时，分别受赠的上桥甲市警局第4分局，嘛表达企业用爱心年菜所带来温暖甲感动。我们奋益企业的杜董事长已经连续7年了吧，都一直在对我们警察、消防、义消对我们关怀，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年菜，那么给我们带来温暖，我们非常感谢。这一个杜董事长以及杜夫人杜夫人送的这个药膳鸡啊，就是在这个围炉的时候，除夕大家全部关门，大家都回去围炉啊，那只有警消2个还在那边努力工作啊，所以这个你看每年送这个最温馨啊。那我们杜董事长的夫人春姬啊她也是非常感念到我们的警消人员，真的非常的辛苦，24小时待命而且在平常呢就已经非常的辛苦了，更在那个我们过年期间更是辛苦。大家在过年你们还是要在坚守岗位维护我们人民的财产安全尽一份责任。所以说在这边非常的敬佩。伫侪侪媒体见证之下，今年爱心企业的关键搁过一段落，期待明年再相会。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英美西主会等民间的社团组员，伫个农历春节进前最后一天的上班日，前送南区甲安平区的弱势学童幸福压岁钱，每一位领到红包的小朋友拢充满笑容。今天你直接更加欢喜的是安那呢？我们长期关心我们的这些小朋友的康环金的理事长跟妇女联合会的理事长，还有美狮子会的理事长，今天特地来这边花一包小小的红包压岁钱，让我们小朋友在新的一年过年了，拿着压岁钱能够平安长大。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有赞助的我们谢文祥谢先生也赞助了意面，让大家能够长寿大家能够身体健康用着喜悦的心，跟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长大。结合寒假中餐做动，现场除了发送红包压岁钱甲营养午餐，另外嘛有善心人士薛文祥特别准备了关庙面甲意面等物资，结合大家慈善力量，希望帮助弱势学童会用个平安幸福来过好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吕维英甲安平病童里长结合民间的企业，共同捐赠100包的宠物的饲料、洗手甲酵素的饲料等，予台南市警察局
为转移无休困陪伴第一线的远景，辛苦守护地方安宁的玻璃士犬来加菜。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句话特别用在我们台南市警察局所有的工作犬的好伙伴这边。那最近年关将近，其实大家都会收到年终奖金，或者呢，他会收到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礼物，大家都很开心。那但是这一群好伙伴平常默默无声的这个用心在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在年关的时候也特别想到他。那今年也特别再感谢李秀波里长和所有的爱心企业来赞助我们台南市所有的警犬跟工作犬。除了狗粮以外，还有包括健康食品、营养食品的部分。我们期待他们可以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那他在陪伴我们的远警工作的时候，他们开心，远警也开心。那远警认真执勤，我们治安也会越来越好。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长蔡金月表示，台南市的玻璃士犬对2015年，伫个副总统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的时来领养，警察局总共领养30只经过训练的流浪狗来担任工作犬。第4分局有3只，警察局除了感谢善心企业的关注，嘛希望借此会用的抛砖引玉，提升民众领养流浪狗的意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荷兰美声歌手 Martin Hawkins 温暖的歌声，互大咖的观众听甲入迷。也有韩国少女时代成员小渊热情的舞蹈，虽然因为疫情不得已透过线顶转播，不过依然互歌迷留下深刻印象。这侪歌手去年参与台南市政府所举办的圣诞跨年活动，拢严格遵守居家隔离等相关的规定，才参与演出。不过，这款的经历，伫因回国以后，却纷纷伫媒体学了台湾的防疫。毛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做了上成功的外港宣传。2020年，我们本来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好邀约，因为我们2019年办得成功，所以想说2020年应该办得不错。结果想不到，因为疫情的冲击，反而很多艺人都不愿意来。本来已经有意愿的、已经密切联络的艺人，他们都后来说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不便。因为没有人希望来这边被关14天，甚至还要7天自主管理，回这里国家又关14天，又7天的自主管理，这样加起来就已经42天了。一年的演艺生命不长，艺人的一年才365天，结果这42天就要错过很多重大的这个表演了。所以说很少人愿意来。那我们很感谢这个马丁跟 Mary Jace 跟孝渊他们愿意来台湾，而且这个回到国家之后，帮忙台湾做了很好的国民外交跟宣传，让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这些接触他们的这些粉丝，其实不是我们平常接触到，因为演艺圈有特别他们自己的一个族群，所以说他们在他们的粉丝以及观众中间，替我们台湾做了很大的国民外交，这点是非常谢谢他们的。市长进一步表示，歌手在伫媒体分享台湾严格防疫，嘛讲到家己到台南表演的心情，特别是全球拢受疫情冲击，结果伫台南可以当过正常自由的生活，因感觉不可思议，相当感动。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为了让替代亚人会使发挥家己所学习的专长，内政部现在也规划各种无同的仪表。其中社区用做甲长照的替代亚人，需要侵入社区帮助当地居民。为伫林德区的利康新村，这段时间伫6位替代亚人的帮助之下，除了打造社区的特色甲装置艺术等，也伫长照替代亚人的协助之下，让长辈会使更加健康的活动身体。现在因也将要伫2礼拜后退伍，对此区公所也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感谢因这段时间的努力。在这段期间，替代役深入了我们社区，还有我们的里的每一个角落，去了解每一个地方它的特色。那今天选定我们的2空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2空这边已经陆陆续续在改建了。那我们很多我们的社区居民对于我们在地自己的一个回忆的部分，他们很想要有所保留。那透过我们的社招替代役，把他们的回忆、把他们的特色留下来，那延续相关的美好。那当然，社区居民们也都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那把我们自己在地的东西留下来，把我们儿时的记忆再重新唤起。那当然，社区的居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些替代役们哈，
那替代役造成了我们整个台南市整个的社区的部分，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居民都非常的有感，而且非常的欢喜这些替代役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区。为了配合马上就要启动的都市更新的计划，同时也让这些长辈会使回忆当初的生活。替代役人也运用因的专长，打造一个过去社区的模型，会使看到社区的长辈拢伫这个模型头前讨论过去因的故事。这个模型制作上困难的部分，就是需要将过去的资料做完整的整理，才有法度做出甲过去相同的作品。模型的部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跟二空社区这边开始有互动之后，那我们其实蛮可惜说，因为现在眷村改建后看不到，才希望说把它可以以前的样子保留下来，才会想说有把它做成实体模型的这个想法出来。做模型的部分比较困难，是我们在跟这边的长者去对空间的时候，因为现场看就知道我们很多房子都被拆掉了，然后我们要从以前的房子再把它回推到现在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就是在一些定位还有去做房屋的一些外观设计是比较困难的。虽然过去的眷村已经被拆除，但是透过替代役人制作的模型甲各种的影像记录，会使让这段回忆继续保留落来。未来如果有到这个所在参观的民众，嘛会使做伙来熟悉当地的故事。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富干基金会有感真侪身心障碍者以及行动不便者外出交通不方便，特别捐赠一台富康巴士予台南市政府。5日7天，伫市府2楼广场举办捐赠仪式，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代表市民收下这份大礼，并回赠感谢状，感谢富干基金会热心贡献。好的，接着呢，就由市长代表台南市回赠感谢状。每天富冈巴士出勤的这个次数也一直在增加因为由于台南市就比较幅员比较辽阔所以说需要这样子的富冈巴士来协助我们民众来这个就医，或是到安养的机构，或者是这个做一些他们想要特别需要到医院拿药或者怎样，所以我们很谢谢富癌基金会能够这个发挥爱心，让这个暖暖的东阳照到台南。有幸承蒙黄市长、黄董事长、柯董的引荐，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贡献一点点的心力，在此非常的感谢大家。台南市目前的身心障碍者人数大约是99000多人，富康巴士去年的总服务量为527000多人次，显示出富康巴士对着行动不便者的重要。而目前全市共有146台小型的富康巴士，以及1台中型的。这些车辆大多拢是民间团体，也就是个人捐赠。市府相当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忙，共同为心脏服务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